流，为爱多做去白首，年年今朝老优秀。Hello， 欢迎咱这个韩粉一讲的咱这个汉汉，也有咧咱的外国管理员。哇，想袂当到未来到咱这个8点咧，哇，咱大家拢遮准时起来，咱这个武汉的广播电台，先收听一个咱这个一路打紧机的 CD 专辑哦。变水天配Hello， 嘛欢迎咱这个郑慧起来，咱这个武汉的广播电台。咱个收听一下咱这个一路打紧机的 CD 专辑，莫袂记哦，帮阮订阅、帮阮关注、帮阮按赞起来。今仔日咧是咱这个台语的电台啊，但是嘛是穿插几个国语啦哈。今天呢，虽然是我们这个台语的电台，还是呢会穿插一下国语给大家聆听哦。先来听一下一路打精致的 CD 专辑，进来的朋友帮我订阅、关注、帮我按赞喽。此心对王家，罗裙得应归海我驸马，教因白囝各官显将好名声。哼！早你看我前去拜寿，行大礼，所所优秀，毋甘将礼陪。老军队神将头家，过爱呀，过爱，毋通嫌家想要趁红杯。太祖今地要领红兵，贵府提军王守礼亭，唯独公主不尊行。怒火满心兴。Hello， 欢迎大家起来咱这个武汉的广播电台，起来咱线顶的好朋友咧会记哦，甲我拍一声招呼，而且咧帮阮订阅、帮阮关注、按赞起来哦。搁小等一下咧，咱的直播节目咧就要开始啊！吼，欢迎你来到武汉的广播电台。每礼拜一到拜五的暗时8点咧，拢有直播节目。莫袂记哦，咱拜四是咱这个台语的电台，来听看卖咱台语文的文化咯。那欢迎咧，咱的女主大大起来，咱这个武汉的广播电台。今仔日的主题咧有个较特别，咱咧小看吼，歌仔戏使人感动流目屎。等下咧，较来甲大家所做解说一下。首先咧，一开始咧，咱一定爱唱一下咱这个电台的歌曲啦，咱的7点1点。所以讲咧，欢迎大家起来，嘛欢迎咱这个AAPP大大哇，欢迎你起来武汉的广播电台。
感谢咱这个 RABB 大道对雨涵呢就支持感谢你呢对雨涵非常的支持。伊讲咧看到咧咱这个雨涵的广播电台开始愈侪人咧观看感觉使人感动安尼就对了嘛欢迎咱这个 RABB 大大起来咱这个雨涵的广播电台。节目一开始，先互咱收听这条七里啊调。欢迎收听雨涵的电台，准时8点，互恁笑嗨嗨。阮的节目是为凊彩文化推动，恁同齐来。福气不断，福运来，戏剧新闻报你知。歌戏团唱是多自在。团声又表亲像在。平安顺心，吉祥感恩，欢迎您上来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大家咧起来咱这个雨涵的广播电台今仔日加较特别今仔日咧讲咱的台语安尼就对啦先欢迎咧咱这个转会起来咱这个雨涵的广播电台。伊讲咧伊想要听这个新骑白马走三关无问题啦礼拜咱这个雨涵电台的这个观众朋友咧，莫袂记帮阮订阅关注，帮阮按赞起来感谢咱的韩粉讲咧真好听安尼就对了谢谢我们的韩粉说好听再来咧甲大家公布一个咱马仔的天气，这个北部咧这个降雨的几率咧大概在咱这个20%左右，台北呢明天的降雨几率呢大概在20%左右，所以说呢北部的朋友呢不外乎还是携带一下雨具咯咱这个北部的朋友咧，莫袂记你的雨衣伊共雨伞咧，嘛是要小可早一个啦。伊共咧，咱这个中南部的朋友差不多这个降雨差不多离咱这个10%左右。中南部的朋友呢，明天的降雨几率大概在10%左右。那呢，这个呢，东部地区的朋友，咱东部东边的这个朋友咧。马仔降雨离20%到30%左右，所以讲咧，恁的雨衣雨伞搁较爱走马仔咧，咱这个北部伊共咱东部的朋友爱小可注意一下，咱的中南部的朋友等下咧报道咱这个台南的新闻，听讲咧有一个所在今仔日有跳电的新闻欢迎大家起来咱这个雨涵的广播电台嘛，欢迎咱这个小陈。大家咧起来到咱这个雨涵的广播电台，不管是你咧做家内事的时阵也是咧陪伴你家人朋友的时阵，也是咧当咧食这个你暗顿的时阵拢会当收听这边来收听咧咱的戏剧，以及咱的新闻，也有马仔的天气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无论呢上来聆听呢这个戏曲的小知识，以及呢上来收听新闻还有天气，都欢迎大家上来咯。再
来咧，咱的碗粿管理员咧提醒大家哦，新入来的朋友咧，爱记得帮阮订阅、关注，帮阮按赞起来咯。再来有着咧，咱总会讲吼，想要听即个传统的即个七字仔调啦，想要听即个新骑白马走三关，改换所以回中原。咱先来唱一下歌曲，等下咧过来报新闻咯。感谢大家。新骑白马啊！走三关，改换所以哟，回中原。放下西凉啊，是无人管，一心只想保全。分无单啊，百姓为无风无摇啊，花袂开。咱台来三家啊，来讲落主意。落花心啊，花照开。欢迎大家咧起来收听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哦，嘛欢迎咧咱这个小可爱，欢迎我们的小可爱。再来咧，欢迎咱这个美玲大大起来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起来，观众朋友咧，莫袂记哦，向我咧来拍一下招呼吼，欢迎大家起来。钟汉咧向雨涵老师问好，感恩咱这个汉起来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啦。欢迎大家哦，过来咧来报一下咱这个新闻吼。即马咧，咱这个警察咧反诈骗吼，今日去互欺骗啦，结果想袂到咧，哇，这个诈骗集团嘛真干巧哦。你会想袂到吼，这个诈骗集团咧，竟然假做这个警察的这个头像吼，哇，甲这个警察咧盗用这个照片。结果咧来骗咱这个女子吼，假意咧来甲人这个谈恋爱啦，其实咧要叫人安怎咧去办这个网银吼，要来诈骗人的钱，安尼就对吼。所以讲咧，哇，这个诈骗这个集团咧，嘛是真干巧哦。现在播报的这个新闻呢，是我们这个反诈骗的新闻哦。我们所知道呢，现在政府呢，以及呢我们的警察先生哦，在反这个诈骗。结果呢，想不到哈，这个诈骗集团非常的奸诈啦哈，他也是呢盗用警察的这个头像呢来反诈骗，结果呢，就是呢跟女子呢假意的来交往，然后呢，真正是要去叫他办这个网银哈，想要诈骗他的钱。所以说呢，不管是呢，有实体发生的啦，还是什么事情呢，都建议你还是去实体的派出所哈。再来呢，欢迎咱这个玉珍，伊讲咧咱这个志明起来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我们的糖果小可爱说呢，刚刚你唱的歌的时候呢，好喜欢哦。欢迎大家起来哦，别忘记帮我订阅、关注，帮我按赞起来。过来是咱这个台中的新闻哦。
台中呢有一个土风舞的老师吼，想要到呢，互这个嫌犯呢来甲抬着伤，即摆呢也个命危状态哦，抬总共8刀左右吼，这个嫌犯呢哇真粗残。而且呢，伊前几档吼，2档前呢有这个毒品、这个大麻的案件，未办完，未结束的吼。结果呢，伊叫呢来检举这个土风舞的老师啦，讲伊呢伫这个公园吼，这个放这个音乐啦、跳舞啦、伤吵啦，结果呢凶杀命案吼。好佳在呢，即马吼这个老师也个咧命危的状态下。结果呢，这个嫌犯呢，就行去你这个国道的顶面吼，行去你高速公路的顶面啦。结果呢，互人弄着，结果断脚，结果呢，甲大家讲一下吼，这个新闻呢，伊个呢，伫这个脸书吼，伫这个 IG 咧发文声明讲呢，伊前几档咧种的吼，毋是这个大麻啦，伊前几档种的咧，是这个火麻吼。火麻甲大麻咧有啥物差别咧？其实我嘛无啥了解安尼就对啦吼。再来呢，我们感谢呢这个志明的这个赞哦。咱这个钟慧玲问讲吼，老师喝的饮料有加糖吗？还是都是无糖的呢？老师都喝这个无糖的茶啦吼。因为呢，若啉伤甜呢，咱这个牙后吼就会卡啦。等下我来唱歌吼就会卡掉的啦。所以讲呢，我拢啉啥呢？啉一下绿茶的啦，啉一下青茶啦吼，啉一下这个乌龙茶的啦，啥物我拢啉，只要无糖的我拢啉。过来呢，欢迎咱这个淑芬起来，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哦。你讲咧，欢迎咱这个明慧吼，哇，咱这个韩粉咧，更加咱这个明慧来拍一下招呼吼。刚刚播报的呢，是我们台中的新闻，居然呢有这个土风舞的老师呢，被这嫌犯呢刺了8刀，目前呢命危当中。那呢这个嫌犯呢逃到这个国道上哈，想不到被撞到了，这个断脚了。但是呢，这个嫌犯呢，其实在2年前呢有这个大麻这个毒品的案件哦。他也在 IG 呢发声明说哈，其实呢他中的不是大麻啦，是这个火麻哦。那大麻跟火麻到底有什么差异呢？其实我也不知道咯。过来呢，欢迎咱这个黄姐起来，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古汉的广播电台咧，每礼拜1到拜5的暗时8点，拢有咱准时的直播节目哦。咧，今仔日是咱拜4吼，所以是咱这个台语的电台。过来咧，等下来甲大家公布吼，咱这个桃园的新闻。桃园咧，起来呢嘛有这个假警察吼，头前迄个假警察吼是网络这个诈骗啊吼，讲咧甲你交往叫你去办这个网银。过来咧，这个桃园的这个假警察咧，伊要来做啥物代志咧？等下甲大家来所讲一下哦。桃园咧，这个假警察咧去这个银楼内底吼，加较关心咧，这个头家吼，结果咧，竟然咧提出伊的榔头吼，锤击重击咧这个老板娘，想要到咧这个老板娘咧头壳受伤以外咧，也搁有吼这个手指、这个手指头啊咧来骨折哦。所以讲咧，哇，这是吼假扮这个警察的新闻啊，伫咱这个桃园的吼。结果咧，这个嫌犯大去走去，走去伊嘛无抢钱呢，奇怪吼，伊摕这个榔头咧去到这个银楼内底咧，甲人拍着伤，结果无抢钱。重点是吼，伊到底想要创啥咧，咱嘛唔知影吼。
所以讲呢，嘛希望着咱这个警方呢，更加查出来是啥物人所做的哦。而且呢，这个新闻呢，甲咱讲啥呢？这个新闻呢，伫2天前吼，哇，这个头家吼，搁配合咱的警方吼来做这个防抢的演练，想袂到讲吼，过当天就有这个假警察来上门吼，哇，真正吼，真凶安尼就对。刚刚呢，播报的呢是我们这个呢桃园的新闻。居然呢，有人假扮着警察哦，来呢这个银楼重击的呢，拿这个这个榔头重击了老板娘的头部，以及呢重击了老板娘的手指骨折哦。但是呢，这个重击完之后呢，他没有行抢既然没偷摕物件，那呢他就跑掉了。也不禁呢怀疑他到底是在做什么事情呢？来呢，咱来唱一下歌曲，咱的花雕音一港《良夜之歌》。过来呢，咱这志明讲这个每日的笑话，前面1+1填1减1日笑话，什么意思？欢迎大家进来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卖袂记的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哦！花椒音一港良夜之歌。春阳广播70相守，心不快笑无理由，归爱多做去拜寿，连连今扫老优秀。quân đuôi hong ca chiến kín đi thơ bi hong hong tiếng kín đi cả ai cô ai kia liền đi xin xin đường đỏ yang hư quy kín toàn ta bờ xin xiao phi thảo tí hong quan biển suy thiên thế đỡ con kín bồi qua kề bê dài y khổ tan hô mai huệ côi咱这个明辉咧讲请大家咧会记哦，帮我订阅、关注，帮我按赞起来，会开启你这个小铃铛会当咧有更较侪这个资讯内容咯。我含的广播电台每礼拜一到拜五的暗时8点，拢有咱这个电台的直播节目。咱的这个曾慧讲啉这个饮料拢啉这个全糖全冰的饮料啦。
这个饮料吼，实在讲诶，这个内底咧是这个果糖吼，所以讲咧，请大家爱记吼，唔通啉伤济甜的，因为咧果糖咧是袂当代谢哦。来咧，感谢咱这个乳猪大大伊咧讲吼，想要听这个豆妈调啦，无问题，等下咧，较来唱咱这个豆妈调哦。再来咧，感恩咱这个韩粉讲吼，好听啦，拍一个扑啊声。伊讲咧，咱这个明辉大大嘛，拍扑啊哦。过来下骹这个我就不爱读啊吼，我感觉吼，大家拢足厉害的吼，咱这韩粉呢，咱这个收听咱这个古韩电台的观众朋友吼，足厉害。有时呢，咱这个透早就搁听这个回放，啊，这个下晡嘛搁听一届，啊，咱这个暗时吼，搁起来听咱这个古韩的广播电台。就今仔日我的粉丝吼，会带我来去这个日照中心吼，来做这个歌戏的推广活动吼。伊咧讲啥咧？伊透早起来吼嘛，搁听一届，啊，赢咧这个下晡顿的时阵，也搁听一届。啊，这个咧，我咧上课的时阵搁听一届。今仔暗时吼，咱这个韩粉搁起来听一届，咱这个古韩的广播电台。我实在讲实在吼，我佩服恁的啦。来咧，欢迎咱这个忍者大大起来，咱这个古韩的广播电台。感谢大家起来收听吼，等下来报咱这个高雄的新闻咯，再来报我们高雄的新闻咯。来咧是咱这个高雄吼，这个小黄计程车司机的这个问奖吼，无说你咧弄两架吼，这个摊车啦吼，甲人咧弄到这个密密麻麻吼，结果咧肇事逃逸，一段去走伊啊啦。隔当工咧，这个业者咧来到这个现场的时阵吼，才发现讲奇怪，啊我的摊车吼，开始弄到安尼密密麻麻吼，单去报警。结果咧，这个计程车司机咧讲安怎咧？咧讲吼，无啦，我昨吼载这个人客啦，所以吼我先来走伊吼，先咧载这个人客去对位啦吼。过来咧，尾啊就讲吼，我将咧安尼案件咧，交互咱这个保险公司来做处理，安尼就对吼。所以咧，唔免甲我联络。互这个咧保险公司来处理，结果咧，这两个业者咧，拄啊损失吼23万哦。这则新闻呢，是我们这个高雄的新闻，居然呢有这个小黄的司机哦，撞了这个摊车啊，结果哦撞了2台的摊车哦，他居然肇事逃逸哦，人家绕跑了。结果呢，人家隔天要来做生意的时候才发现说呢，我的摊车怎么都变成这样子了。报警处理之后呢，这个小黄的问讲说没有啦，我昨天晚上呢有载这个乘客啦。所以说呢，我先绕跑了，先载他呢，去哪里这样子所以说呢，我有交给这个保险公司来做处理，你不用跟我联络你打我的电话也不可能会接那你就跟这个保险业者来亲自联络哦。结果呢，害这2个摊车呢就损失了23万元左右咯。欢迎咱这个明辉大大讲安尼咧，泡一个好茶，然后咧，食这个果子，看到咧咱这个烟豆仔送的这个直播节目，真享受啦！感
谢咱这个明辉大大哦，而且咧，咱这个忍者大大佮应讲哦，这个规矩好啦吼。我头前里啊想讲哦，奇怪，什么叫做规矩好？安尼吼，哦，原来你是咧讲台语啦，规矩好啦。哎哟，真正吼，咱这个网络的朋友咧，拢真好耍哦。过来咧，咱的怡婷咧嘛来拍一个趁钱的拍扑啊声啦。而且咧，咱这个碗柜管理员讲吼，明慧你真够享受哦。伊讲咧，咱这个韩粉咧，伊讲咱这个忍者大大吼，拢哈哈大笑啦！感谢大家起来收听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吼，爱记哦，帮阮订阅、关注，帮阮按赞起来。过来咧，穿插这条歌曲，或者咱的豆妈调，传统的豆妈调，感谢咱这个卤猪大大所点歌咯。反抗之时，山来无势力，并非故意，出手来打紧机，不免强势假大理。驸马，就是爱我原谅你，你就必须爱完成我的条件。你听看卖，什么条件啊？向我行军神的礼，方才是交完不将功补过，现在是我失礼爱压头上礼行罢了。夫妻之间何必将事言清？害我今日将好事停。哎呀！强行逼我将军神礼来拜，我并非雕工，将伊塞他失手，是我不介意，叫做将命，夫妻才能再和谐。承认这是你的错，本将有冤来告状，你有能奈我何？照骗照行，我拢有照做，向你怪爱，连来啰嗦，带你去定，领做行全部。对你啊，对你来量情，我不量情。感谢大家起来收听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吼，卤煮大大咧，唔知敢有伫咱这个线顶吼来唱这条豆妈调来互你听。来咧，感谢咱这个美丽的趁钱拍扑啊声哦。过来咧嘛，感谢咱这个亚茹吼，欢迎咱这个亚茹。过来嘛，感谢吼咱这个碗柜管理员讲啥咧？伊一边咧食这个吼糖炒栗子，一边看，哇，你嘛真享受咧吼。奇怪咧吼，恁咧食这个糖炒栗子吼，奇怪我开拢无食着。啊，有的人咧食果子吼，我嘛无食着，我只有喙内底吼含这个八仙果尔。会记得咧，临港吼，你若要食啥物物件吼，会记得先送一份来我食看卖吼。过来咧嘛，感恩咱这个明辉大大的赞哦，感谢咱明辉大大。
嘛感谢咧，咱这个韩粉讲吼好听啦。伊讲咧，咱这个泸州大大讲咧，有你伫遮吼啊好听，感谢你。嘛欢迎大家起来，观众朋友哦！我每礼拜一吼到拜五的暗时8点，拢有直播的节目啊。平常时吼拢是国语节目啦。平常呢，我们是国语节目，只有呢每周四是台语的电台咯。再来感谢大家咯，嘛欢迎咧，咱这忍者大拉公咧，这个大家好啦。咱这个亚鲁讲吼，再来一曲吗？无问题吼，你若介意听，我过来唱一条歌曲。你讲咧，哇，咱的小阿姨吼，头前有人甲你点名，欢迎你起来，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等下吼，我头前互家己的声有一个惊着吼，开头前吼，看甲遐悬音安尼吼，欢迎你起来收听古汉的广播电台。哇，会遮悬音吼，去互家己惊着安尼吼，嘛欢迎咱即个林港姑起来，咱即个古汉的广播电台。过来咧，咱的林港姑讲咧，国民金孙老师安安，欢迎咱这个林港姑，互你搁一届的欢呼声哦。对啊，我嘛是讲，互我头前有啥物飙高音吼，互家己所惊着啦。来，咱头前咧，咱这个亚鲁讲吼，想要搁来听一条歌曲吼。同款来唱咱这个豆妈调，但是咧，咱来唱咧啦，我写好这个大风日照的歌词安尼就对。咱来听一个咱这个大风日照，我特别咧感谢这个歌词因的主题歌吼，来豆妈调。大风是阮快乐的泉源，如同家人将喜团，你才服务真正赞。传唱真多元，阮是惠山基金会，有缘千里来相会，老人囡仔看做伙，阮就亲像一家伙。这是咧，咱这个传统的豆妈调吼，我甲改写这个歌词，来甲写咧，互咱这个大风日照，伊讲咧咱惠山园的这个主题歌吼，等下咧会阁唱咧咱这个萤火虫小作咧，我特别甲因写这个七里调吼。过来咧，继续咧来讲一个咱这个新闻哦，感谢大家啦。感谢啦吼，咱这个小阿姨讲来看雨涵的飙高音吼。过来是咱这个台南的新闻哦，你若租厝里外口的朋友咧，嘛要所做注意一下吼，你的厝边隔壁啦吼，到底咧是好人客还是歹人客？你的厝边隔壁咧是好的这个厝边，还是歹的这个厝边咧？咱来报咱这个咧台南的这个凶杀命案哦。台南咧，伫咱即个盛华的地区哦，既然咧有即个厝边吼，因为伊拢半暝啊洗身躯啦，可能咧是因为吼即个暗时咧即个工课伤无用啦，所以半暝啊来洗身躯。但是咧，伊隔壁的即个厝边吼，即个对面的即个厝边咧，感觉拢伤惨。已经咧，甲伊讲过几啊届吼，尾啊咧，即个厝边的袂堪要啉嘛吼，即个厝边咧是咱即个厨师安尼意思就对啦吼。伊的职业是厨师，既然咧
摕伊的刀啊，哇，甲人咧刺甲吼，这个抬死就对啦吼。结果呢，这个嫌犯呢呆坐了1个小时，竟然呢戆戆里遐坐1点钟了后，较报警家己自首讲呢，我杀人啊！这是呢是咱这个台南的新闻哦，所以甲来公布一下吼，注意你的厝边隔壁，好厝边还是歹厝边吼。刚刚所播报的呢，是我们台南的新闻。台南呢，这名男子呢，因为他每天呢都是半夜才洗澡，但是呢，这个对面邻居呢觉得你这洗澡声呢太大声了，吵到我了。结果想不到呢，对面这个厨师拿着刀子呢刺死人了。刺死人之后呢，呆坐了1个小时之后呢，才打电话报警说呢，我杀了人呐。所以说呢，刀子可以来做料理，也可以来伤人啊，请大家多多的注意咯。咱这个小阿姨讲就想要困的啦，才几点尔你想要困？你敢知影我昨困4点钟尔，我搁起来去这个高山的这个日照中心你袂当困啊！感谢大家起来收听咱这个久涵的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天大久涵。我日时下咧，还有咱这个超市的工课每礼拜一到拜五的暗时8点咧，搁起来直播的节目。每礼拜四咧，还有咱这个日照中心的歌戏的推广活动。所以讲咧，大家你若即马就想要爱困的，就想要去困的千万唔通去困哦。因为我困的时间咧比恁搁较少啦来咧是咱这个牙套的新闻，最近呢是不是有足侪这个隐形的牙套咧？但是呢，这个业者呢，竟然呢，伊真正隐形的安尼就对啦伊竟然呢，开始人间蒸发，要断货吗？等下来收听看卖咯。唔知影大家敢有去配这个隐形的牙套？这个欧奈恩这个厂牌听讲咧，伊主打咧这个足俗的意思就对啦伊只需要咧差不多13万左右，其他的品牌咧差不多爱26万啦。所以讲咧，大家拢会想讲我要加较省钱的啦，而且咧，安尼起来大家咧想讲将有这个牌子的这个名。想要到讲咧，哇！这个厂商开始咧，这个脸书咧不读不回，一讲咧，伊这个总公司开始这个铁门关咧啦，敲电话咧嘛无所做接通结果咧，这个诊所嘛讲伊嘛是叫人诈骗的啦。所以讲咧，你若有配这个牌子的这个隐形牙套所做注意一下因为咧这个牙套的这个难民咧，讲要组一个自救会，但是咧，到底敢会成立？到底敢有法度找到这个厂商咧，嘛歹讲哦。欢迎大家呢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这则新闻呢是我们牙套的新闻这个呢欧奈恩牙套，大家想说呢比较省钱一点点才配只要13万左右而已，但是呢其他的品牌呢都要26万，所以说呢都会选择它的品牌。想不到呢这个业者呢脸书不读不回，然后呢这个呢总公司呢申索，然后呢也不接通这个电话所以说呢请大家呢要注意一下安全这个如果你有配牙套的，他们现在呢这些牙套的难民呢要组一个自救会再来咱来穿插一下咱的歌曲，
莲花铁三郎伊讲洪潇潇，欢迎大家起来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卖袂记的吼，帮阮订阅、关注，帮阮按赞起来咯。来听这条莲花铁三郎伊讲洪潇潇。太祖金条娘红命，贵府提官王修礼听，唯独公主不遵行，驸马怒悔满心刑。去老生病，要万姓。哎呀，尊心给白不将礼敬，听说秋光啊，罗冠顶。我恢复做义轮分命，怎能惊伊小小红灯？哎呀，困在道边，遐你情形。不由归爱讲红回应。这条呢是咱这个莲花铁三郎伊讲洪潇潇较激动的这个歌曲吼，伫咱这个歌戏内底咧，号做咱这个电视的歌戏的曲调。然后咧，来唱互咱这运河打金鸡内底，这个驸马咧就生气的吼，当来咧要甲这个公主吼，要来甲参详啦。为什么阮爸爸妈妈吼70双寿的时阵咧，你无爱来拜寿哦？再来咧，大家咧有咱这个忍者吼，马仔要来台南来做庙会哦，欢迎你来台南佚佗哦。再来咧，咱的亚如讲咧，你系看这个歌戏哦，欢迎你咧帮阮订阅、关注、帮阮按赞起来哦。再来，感谢咱的明辉大大的彭阿香，感谢你啦。再来咧，要来甲大家公布一个吼，咱不明的这个 QR code 咧，这个 QR 码咧，会记吼，莫乌白去甲扫安尼就对。有这个美甲业者咧，哇，这个人客讲吼，伊想要做安怎型的啦，结果咧，甲伊讲吼，我存伫这个云端的这个硬碟内底，所以咧，你扫我这个 QR code 吼，就当知影咧，内底相片啦，我想要咧做啥物款，做啥物型的，安尼就对啦吼。结果咧，这个业者咧一扫落了咧，伊讲吼爱这个验证码，业者发现讲吼，敢若无啥对，安尼就对。结果咧，哇，原来吼这是诈骗啦！你若甲扫这个吼 QR code 了，甲用这个验证码，哇，你的这个账号吼，就叫人登录啊哦。所以讲咧，甲大家提醒一下吼，这个不明的这个 QR code 咧，千万吼，唔通甲伊乱扫，安尼就对。但是咧，你若摕到咧这个古汉广播电台这个春联顶面的这个 QR code 吼，尽量甲扫，安尼就对啦吼。因为顶面咧是这个咧阮的 YouTube 频道，伊讲阮赖群主的频道哦。所以讲咧，唔通想讲吼，我还没广播电台，那咧广播新闻讲吼，这个 QR code 唔通乱扫啦吼，这个春联顶面的这个 QR code 咧，你就尽量甲扫，安尼就对啦吼。这是呢，发生在我们这美甲业者的身上呢，居然呢有这个客人说他想要做什么造型的指甲啦。
结果呢，说请这个业者呢扫这个 QR code 进去，这个云端硬碟呢可以所看。这业者发现居然要这个呢验证码，发现不太对劲如果呢你登入他的验证码呢，你的账号就会被他盗走咯。咱这个小阿姨讲感觉咧这个腹肚大胀胀啦大咧足大的这个感觉认为咧家己感觉是一个水鸡的这个感觉啦安尼形容咧，感觉真奇怪小阿姨为什么要家己讲家己像咧水鸡咧？再来咧是咱这个华人的新闻华人的有这个电梯咱所想咱这个大楼的内底的这个电梯咧，拢系这个钥匙锁闭咧才会当入去啦。结果咧，因为咧伊这个钥匙锁咧去歹，想要到咧，竟然有人家己入住入去内底住。结果咧，这个房东咧去到遐叫发现讲，奇怪我这2间明明就空的房间内底靠有大人啦。去报警咧，查落来发现咧，才知影讲哇，原来咧这毒品犯毒贩咧因烧酒斗相报4个人咧做伙咧去甲带遐这是呢发生在我们花莲的新闻居然呢有这个大楼里面的这电梯的钥匙锁啦坏掉，结果呢引发呢这毒贩呢居然自己进去入住这个房东发现说呢，我明明这间没有住人明明没有租人家怎么里面有人住？报警之后呢，才发现呢里面藏了这个4名的这个毒贩自己入住所以说呢，也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呢家里面的这个钥匙啦不见了啦，或者是坏掉了呢，要赶快去更换不然呢还会引发这种很恐怖的事情就对了。来，我们来穿插一下我们的7字调，用我们一诺打金枝 CD 专辑里面的歌词咯。感谢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世上河顶是伟大，虽然为尊，你敢知？天地君亲属着招牌君在亲上。你敢不知？再个虎表对你的挺胸，高贵公主犹如天上星。出嫁了，你对谁人尊敬？成平公主对我来爱衰命，凭你的身份、假地位，要用带我金鸡玉叶帝王礼。全靠阮李家，才有即摆荣华甲富贵。我只是无去拜寿礼仪，安怎插着你的目，也是顶着你的位？成平，你当记为国家的新妇，尊敬公婆是恁家爱做的代志。原地寿诞的家旗，步步把歌坐到位，将为遐所欣赏又相对。
我单独一人上去开，并花过爱轻视你，嘛你身边不知你假念天。欢迎大家起来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啦！嘛，感谢咧，咱的明辉咧，帮咱推广哦，帮咱推广咧，咱这个歌戏的文化，安尼就对吼。欢迎大家礼拜咧，帮阮订阅、关注，帮阮按赞起来。有恁这个按赞的这个动作吼，这个动作咧是对咱这个古汉电台咧，哇，真大的帮助哦。来咧，咱继续咧要来听新闻哦。我所来看这个吼，感谢大家啦。伊讲咧，咱这个外柜管理员嘛咧讲哦吼，请大家咧会记得吼，帮阮订阅、关注，帮阮按赞起来。感谢咱的明辉大大，伊讲咱的外柜管理员。事实上吼，真感恩大家咧，每礼拜一咧到拜五暗时8点咧，拢准时起来收听咱古汉的广播电台。我最辣辣的爱你，我爱你胜过喜欢我自己。感谢咧，咱这个明辉大大的拍破声音讲咧，咱这个忍者大大来讲吼，有这个按赞的吼，感谢咱这个忍者伊讲咱的明辉。还有咧，感谢咱这个廖轩轩讲吼好听啦，感恩咱这个轩轩。感谢咱这个亚鲁的趁钱的拍破声哦。再来咧，恁厝里呢，敢有这个随身碟咧？听讲咧，咱这个随身碟吼，哇，一档咧比一档咧搁较贵，安尼就对啦吼。去年咧，这个1TB 的这个随身碟吼，只系2400几块，今年咧竟然爱5000几块吼，等于起2倍哦。所以咧，大家吼厝里若有这个随身碟咧，这个要尽量甲使用，安尼就对啦吼。而且咧，听讲这个随身碟咧会愈来愈贵吼，所以讲咧嘛，大家若有使用着，嘛会当咧先买起来囤咧吼，以免咧人工咧愈贵哦。你家里呢也常使用这个随身碟吗？甚至呢，这个电脑常使用吗？听说呢，这个随身碟呢越来越贵哈。去年呢，这个1TB 的随身碟呢只要2400多块，今年呢居然要5000多块咯，等于涨了2倍哈。所以提醒大家，这个呢随身碟如果有用到的朋友，哇，这个越涨越贵之前呢，赶快囤货了啦。再来呢，刚才底下呢开始聊起这个保养品了会记得咱这个嘛咧是咱这个冬天这个咧日头无讲足大啦，所以讲咧会记得食这个维生素 D 会当咧帮助你这个心情咧会当较安稳咧，而且咧讲实在你暗时咧困的时阵咧有真大的帮助哦。感谢大家起来收听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过来咧，赶快要来唱咱这个七里亚调我要来所唱咧，我所教咱这个萤火虫小作咧所做的这个歌词，而且咧，等下唱完了咱要咧开始来讲今仔日的主题，这个节目这个歌戏使人感动流目屎。咱先来听这条七里亚调。花见过暗时闪闪星，亲像向我的暗时。光明之路在四周围，照明
定将人烦恼不必。也脱在灰山啊，基金会可定内容啊，得真济。眼神单纯啊，心美丽。有缘会经过，关怀关子啊会。这是咧，我特别咧为咱这个火金菇的小作吼，特别为咱这个萤火虫小作咧所做的安尼歌词哦。所以讲咧，嘛欢迎大家起来收听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嘛欢迎咧咱这个。这个萤火虫小作的大朋友，伊讲咱的老师起来收听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啦。过来呢，感谢吼，咱这个庆瑞咧起来，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欢迎你起来哦。嘛，感谢咱的亚鲁讲咧真好听啦，感谢你。哇，特别的为因所做的安尼这个歌词吼，所以讲呢，我嘛要感谢因哦。因不止咧，今仔日透早吼，所听这个暗时咧，昨暗时的这个直播节目的这个回放吼，今仔日这个下晡咧，因搁听这个3集吼，我录的这个 podcast 节目哦。所以我讲实在吼，有够厉害啦！既然有法度讲吼，搁听这个3集的这个 podcast 节目吼，我家己咧拢袂记讲咧，较早吼我录这个 podcast 吼是录啥物内容啊吼。感谢大家起来，伊讲咱这个小阿姨咧讲咧，会记哦，帮阮这个按赞、订阅，帮阮分享出去。感谢咱这个小阿姨啦。所以讲咧，今仔日的主题吼，讲这个歌戏使人感动流目屎吼。为什么讲到安尼主题呢？因为吼，今仔日咧去到咱这个高山的这个咧常见照顾协会吼，哇，感谢咱这个小玉姐吼，咱小玉阿姊。哇！伊足欢喜的啦，伊讲安怎咧？哇！这个吼靠这个查甫吼扮这个小段吼，唱歌遐尔幼啦，这个吼身段遐尔软 Q， 安尼意思就对啦吼。结果咧，伊甲我分享哦，伊讲咧，因阿公阿嬷吼嘛是整戏班咧，过来咧，因爸爸妈妈吼嘛有落去做。即马咧，这个小玉仔姊吼已经80岁啊，伊较早吼，因为咧有读着这个高中啦。所以讲咧，伊无做着歌戏，但是咧，咱嘛互伊即个趁钱的拍扑啊声。结果伊讲安怎咧？伊讲咧，即个听着你来唱即个歌戏吼，感觉这是咱台湾的传统文化，听到吼就想要哭的，安尼就对啦吼。我听伊安尼所讲吼，我家己嘛就想要哭的呢吼。所以咧，感谢咱这个阿玉仔姊咧，甲咱安尼所支持、所照顾，咱的韩粉吼嘛赞美咱阿玉仔姊啊。阿玉仔姊吼是为咱讲台语啦，吼听起来咧有加较爽，希望咧你莫见怪哦。来嘞，咱的雅茹公嘞，真高兴认识你，感谢我们的雅茹。明天晚间8点一样有直播节目哦。过来嘞，等下嘞要来唱一下歌曲吼。咱过来咧要来唱的歌曲咧，合作咱这个七字。连空奏，咱等来听完歌曲，等下咧去下来继续讲咱的这个故事哦。咱来听一下七字连空奏。
秋难改，中心所随人在，好妻好爱呀，奇情上水七十相守，将人笑海海，相亲相爱。以爱君对心也败咧呀，实在太乱来。我回府何愁，亲像姑娘，羞愧又分开。红红的笑脸我无悔做条悲哀，一步经春山桥我自带，往下成现态，过古迈。冤家当春啊，江心抓住彩，情深渐将兄弟带，何言论理何以知？何以来大改？过来咧嘛，欢迎咱这个 BOSS 正版吼，给来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好，这个所唱吼是咱这个七字连空奏，就是讲咧，这个七字啊调吼，自头唱到尾啊。从头唱到尾啊！嚟咱这个一路打金鸡的 CD 专辑内底咧，这个驸马吼，伊共公主冤家了咧。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我的心声是安怎，你的心声是安怎？但是咧，咱两个人的心声吼，拢无啥共款呐。所以咧，这是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咧，哇所做的吼，安尼咱这个一路打金鸡的 CD 专辑，一讲咧，我嘛有赖群主连结哦，欢迎咧下开资讯栏连结，会当咧加入咱的赖群主内底吼。咱的这个韩粉讲咧，哦厉害哦！这个直播当中吼，各位当一边来发文，安尼意思，安尼就对了吼。无唔对，因为咧我一边吼这个咧直播的中间，我一边唱歌咧，后边咧，我吼伫这个记事本内底有一个新年好为四故人吼。来咧，哇！咱这个明辉大大公诶帅哥啊，早点结婚生小孩。伊讲咧，这个直播主哦，我才28岁了吼，这个广播电台吼，然后我都一直维持安尼就好啦吼，先莫求这个生囝啦吼。过来咧，咱这个忍者大大公咧。你看到了吗？主播也去请这个黑虎哈来直播间呢坐骑这个财神坐骑哈所以呢你去找大庙他也会保佑哦。没错哈，这个呢是咱这个北港武德宫的这个存钱筒啦，是你这个超市收买但是呢伊的官网呢如何看哦？我的同事昨一直咧讲你什么时阵要伫这个官网收买啦咱做伙来团购安尼敢好啦？我讲你是有法度招几个人啊？
而且呢，因为咱顶届吼有推荐吼，咱即个病吼袂歹写啦，结果呢，大家伫我即个赖群组内底吼，即个+1、+2、+3、+5吼，害我还搁去即个文具店吼写即个课订单。我即届咧用着即个小米耳机吼，感觉袂歹用，但是咧我毋敢伫咱即个群组内底所做分享吼，因为我惊大家咧搁开始团购吼。所以讲咧，我只有甲我几个好朋友讲吼，我发现讲即个小米的耳机袂歹用啦。你若想要家己买的吼，爱家己去买，毋通搁伫我即个团购内底吼，所团购吼，这我无甲恁所谈哦。再来咧，讲到咱这个日照中心的这个长辈吼，哇，真正有够赞的啦！伊讲咧，我咧推广吼，这个歌戏的文化中间咧，我所在这个 Micro 的这个麦克吼，这个麦克风音响咧，哇，听起来这个声音真正一级棒的啦！因为我开万几块就去买啦吼。所以讲咧，如果咧你若有即个吼课程的需要啦，伊讲讲咧有即个吼拄好咧要办活动，伫即个咱台南的地区，伊讲高雄的地区吼，有需要咱即个灯光啦来音响的咧，欢迎找我即个师傅吼，即个全盛灯光音响。所以讲咧，甲大家所做介绍一个吼，这个全盛灯光音响的这个黄老板咧，对我算这个真正就袂歹啊吼。我这个咧，高中的时阵咧，拢会离遐吼来食头路啊。所以讲咧，甲伊讲过一个，如果咧若离咱这个咧南部的朋友，若有需要用到音响的啦吼，若有办活动的，欢迎找咱这个全盛灯光音响哦。咱这个小阿姨讲吼，这个团购买起来哦。假如讲呢，嘛想要加一哦，你想要加啥？你想要加这个笔安尼，敢是你会当加入我的赖群组内底啦，伫咱这个底下的资讯栏连接，你先加入阮的赖群组内底吼。伊讲讲咧是你要加我私人的赖吼，我拍起来互恁。如果咧若对咱这个主播的天大孤寒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咧，伫咱这个脸书伊讲 IG 咧，或者郑宇涵，郑成功的郑。宇宙的宇，涵养的涵，欢迎大家来加我的脸书好友咯。一讲咧，咱这个韩粉讲哦，对呀，你会不会太忙了哈？来，咱所看到的顶面有丁选哈，咱这个一天顶李进财3万吉地数时无灾哈，咱来念一个哦哈，咱这个新年好话4句连，我来念一句吼，恁来对我念一句哦哈。虽然讲咧我听袂到恁的声，但是咧恁默默做安尼就对了哈。来，一天顶李进财3万吉地数时无灾，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彩报喜八仙添寿，九爻临门是专是美大团圆。这个是咱这个新年好话4句连哦，等下咧，搁来甲大家念一解哦。这个新年好话4句连吼，头一句或者一天顶啦，因为咧我头一只咧，有所看到吼，咱大家咧讨论吼，这个生囝的啦，为什么较早写这个一天顶咧？较早这个重男轻女的时代吼，拢希望咧添一个男孩子进来，但是咧即摆时代无啥共款吼，这个少子化的社会，所以不管你生查甫生查某，而且咧若大好吼，生到这个双生仔咧。如何哦？所以呢，这个新年好话4句连，一天顶李进财，3万吉地数时无灾，五福临门六六大顺，
七星报喜，八仙添寿，九阳灵文是全是美，大团圆。过来呢，嘿，咱这个整会吼讲老师对不起过来我看一下伊写啥哈了哈，等我一下哈。咱这个整会讲呢刚刚有事，所以说呢没有看直播回来了哈。欢迎咱这个整会回来，咱这个呢古汉的广播电台。随时咧，若有闲吼，拢来收听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不管咧，你咧做这个家内事的时间陪伴你的朋友，陪伴你的家人，也是咧，你当咧食这个暗顿啦，像咱这个明辉头先讲吼，泡一下茶，一边食果子咱这个咧碗柜管理员讲吼，一边食这个糖炒栗子啦。大家拢有够享受的啦！来，咱来穿插一下咱的歌曲，咱来七字连、七字摇板，跟咱来带七字音。公主做事理不明，颜色互人心头硬。人酒假死医生病，待好恁去好心报警。我们小心，无将你，因为爹娘望千里，红红岸边冲了去，军队去领来吃开。大水洪管难消去，听歹爸爸金寿衣，好妈妈讲这情义，便讲王艳平伊。真歹势吼，因为最近当咧感冒所以讲咧头先真正叫破音去。你若咧有听到这段的朋友咧，请见谅一下吼。想讲咧，透早我去这个日照中心的推广活动哇，唱了真好。我想讲咧，这个下晡毋免看这个医生啦，会当所困一下既然想要讲咧，暗时嘛是个破音。所以讲咧，阮准大家所笑一下咱这个亚路哈哈大笑咱这个进咧，欢迎你起来进起来，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咱这个汉汉讲没事，好听好听咱真会讲咧，没事的过来咧，老师咧，我台语名里这阿辉啦没问题，欢迎阿辉起来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咱头前讲到这个日照中心叫我这你做阿辉啦大家拢用这个阿开头啦尼还有咱这个阿青啦阿秋的啦我做阿涵啦咱一定拢爱用这个阿开头安尼就对了过来甲大家公布一个阮这个3月14号3月14号，伫咱这个台南市这个咧好听艺文展演厅，有咱这个古汉电台所举办的这个演唱会
大家咧会当免费来参加哦。3月14号，伫咱即个咧好听的艺文展演厅，伫咱即个台南市西门路2段25巷1号啊，伫咱即个国华街啊吼，伊讲咱即个府前路的附近啦啊，下晡2点开始，咱1点半来就会当入场哦，免费来所做参加啊，现场咧有卖咱即个音乐大经济的 CD 专辑，也搁有咧咱即个海报吼，免费互大家睇啊，所以讲咧，欢迎大家来现场支持古涵的广播电台。今日啊，这个亚如讲吼，这个咧也可以咧叫我这个阿丁啊啦，吼阿字辈吼，大家一定这个中字拢阿得对啦吼。欢迎起来，咱这个古涵的广播电台啊，不管是咧来听这个戏曲啦，来听咱的新闻啦，伊讲咧来听咱明仔的天气咧，拢欢迎大家起来，咱这个古涵的广播电台哦，莫袂记吼，帮阮订阅、关注，帮阮按赞起来。伊讲咧，咱的赖群组内底咧，嘛会当收领咱这个春联。平安顺心，伊讲咱这个吉祥感恩的春联吼，而且咧，伫咱这个台南市咧，咱这个龙凤同心意面，咱的正大书城，伊讲咱这个西市场的卡雅手作有声花，也搁有咱这个国华街吼，咱这个胡桃兔的这个首创杂货店，南台影城隔壁的这个鲜茶饮，拢会当摕到咱这个古涵广播电台的手作的这个春联哦。感谢大家，明辉咧，若有需要咱这个春联吼，欢迎咧加我这个赖吼，啊，甲我讲一个你的这个吼主旨里对，安尼就对啦吼。欢迎加我的赖，我搁拍一届吼。啊，欢迎大家起来，咱这个古涵的广播电台，过来咧来讲咱这个苗栗的新闻哦。哇，这个苗栗的新闻吼，离咱这个呢丰康啦吼，抱歉，丰康的这个牧场呢，竟然呢有这个病死的这个鸡吼，这个已经巧伊啊吼，竟然呢对咱这个吼台中呢来甲载去这个苗栗吼，所偷去甲弹掉，安尼就对啦吼，甲抬起安尼意思就对。哇！我这个鸡咧是得到咱这个禽流感吼，竟然呢有这个7000斤的这个鸡卵吼来甲流出来哦。啊，离咱这个台北啦，伊讲咱苗栗咧，伊讲咱这个台中吼，这个丰康的牧场，这个禽流感的这个鸡卵吼，竟然流出来啊！所以讲咧，大家稍作注意哦。啊，若咧买这个鸡卵的啦吼，伊讲咧，若咧买这个全鸡啦吼，鸡腿的等啦吼，拢爱稍作注意一下吼。这则新闻呢，是我们苗栗的新闻哈。苗栗呢，这个丰康的这个牧场呢，想不到呢，禽流感开始发展咯。结果呢，这个病死的这些鸡哈，他把它载到呢这个苗栗去丢，从台中呢再到苗栗哈。那呢，有7000斤的这个鸡蛋呢流出来在市面上了哦。不止呢，我们这个台北地区啦，我们的苗栗啦，以及呢台中呢都中奖了哈。所以请大家呢注意一下安全。我们呢这个苗栗的新闻哦，这一些呢病死的这些禽流感的鸡这样子哈。来呢，咱的小阿姨讲呢，春联拿起来啦！无唔对吼，而且咱这个春联是免费所摕吼。我为着印这个春联吼，伊讲呢要发予咱这个日照中心的长辈吼，你敢知影按2张甲夹做一样吼？哇！我昨吼无用到这个半暝啊2点，今仔日透早的6点搁起床安尼吼。所以讲咧，咱这个小阿姨讲吼，今仔日就爱困吼，你千万唔通去困，爱听到尾啊哦。
欢迎大家起来收听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等下咧来讲咱这个高雄的新闻哦。咱这个外国管理员咧，咧甲大家提醒一个吼，新入来的朋友莫袂记的吼，帮阮订阅、关注，帮阮按赞起来。古汉的广播电台咧，我是主持人天大古汉。天大意思咧，就是舞台顶由查甫咧来扮这个小大的角色。咱的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咧，主要咧推广咱的这个戏剧文化啦，来讲咧咱这个咧这个今仔日的新闻，伊讲咧明仔的天气哦。迄天吼，甲这个小云老师咧开讲着吼，阮记得咧两个人吼是共一位的这个客家语的老师啦。等下咧来唱一下咱这个客语歌曲吼。头先咧讲着咱这个歌戏咧。受人感动流目屎，哇！记得吼去到日照中心所推广咱的歌戏，当着讲吼，伊较早吼，因的阿公阿嬷咧整这个歌戏班，因爸爸妈妈嘛有做着这个歌戏，这个阿舅姐咧已经80几岁啊吼，虽然讲咧伊无做着这个歌戏。但是咧，在伊这个年代吼，有读着这个高中算足厉害的哦。等下咧，要甲大家咧说唱一下咱这个客家语的歌曲哦。所以讲咧，讲到吼，阮两个人共一个这个客家语老师，而且咧，这个吼歌戏咧会当使人感动吼，就算无趁钱吼，我嘛感觉讲咧，这个皇天不负苦心人呐。所以讲咧，咱来唱这条客家语的歌曲，叫做《皇天不负苦心人》。这就是台语吼，皇天不负苦心人，我只会记吼要安怎唱，但是咧，你要叫我讲这个客家语吼，我都袂晓讲啊吼。咱来听看卖，皇天不负苦心人的这个客家语歌曲。唔好雁鸣歪，唔好汉云发音。命运七家乐意安排，人生是海浪，有高也有台，是龙难爱恋爱，有心不怕疯狂一台，有心不怕天寒地潮晒。为到将来，为到命山，命运自家来安排。一份努力，一份输成，奉天不负苦心人。这条咧是咱这个客家语的吼，这个皇天不负苦心人所以讲咧，唱互大家所听看卖啦。若唱了歹歹呢，嘛千万咧唔通甲我所做这个计较吼，因为咧这是离我这个小学5年级咧所学的这个歌曲，但是咧我即马已经吼这个28岁啊吼。感谢大家过来咧，咱这个小海伊讲吼，要先离咱这个线顶咧所听一个吼挂机听一下咧意思就对了吼。感谢大家，嘛感谢咧这个明辉大大伊讲咱咧进的这个拍扑声哦。过来，咱这个外国管理员讲吼，哇，好听好听，爱心爱心。过来呢，咱这个汉汉讲哦，好听的好的客家语歌曲。过来呢，欢迎咱的怡君哦。咱来报一下咧，咱这个高雄的新闻。等下咧，佮大家吼唱一下歌曲哦。
雄咧有这个70几岁这个老先生吼，既然咧伫外口吼这个。等于是失智症安尼意思的对啦吼，既然咧行唔知影路啊吼，甲人问啦，结果咧人无爱甲帮助，人连准咧伊是即个流浪汉的对啦吼，啊问几下的吼，人无爱甲帮助，好佳在咧碰到咱即个好心的即个店家吼，咱即个咖啡厅哇有够好心的啦，啊甲即个咧啊伯伯咧甲伊报案啦，而且咧甲报路安尼意思的对啦吼。过当讲咧，即个伯伯咧，搁转来即个咖啡厅咧，甲说多谢。结果即个伯伯哦，竟然是咱即个退役的军人呐、在我们高雄地区呢，有一个70几岁的这个先生，走出去呢，就不小心呢，这个失忆迷路了。结果呢，找这个路人呢寻求协助这个路人呢都不帮他，因为呢以为他是呢这个流浪汉啦。最后呢也还好呢，有我们这个咖啡厅帮助他找回家的路。隔天呢，他回到这个地点呢，回到这个咖啡厅呢，感谢这个咖啡厅的帮忙，才发现说呢，原来这个贝贝呢是一个退役军人哦。欢迎大家起来咱这个武汉的广播电台。咱们呢要来甲大家所唱一下歌曲，唱完了咧，咱要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伊讲咧感恩3件事情。感恩大家起来收听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阮每礼拜1到拜5的暗时8点，拢有直播节目哦。平常时是咱这个国语的节目啦只有咱礼拜4是台语的节目，所以咧起来莫想讲奇怪，较会怪怪昨听国语，今仔较会听台语过来，咱来听一下这个怒骂调。心惊胆chiến花归爱，哪敢当唱？试看卖，想兵做事，想摇摆，我听调打落，逼你上地界。来当兵做万金之躯，带领阿头带领书。当着我是拍金赛夫，另连相片，无通存救。感谢大家起来因为咧本人要感冒所以讲咧有一点这个破声，大家稍作见谅一下嘛感谢咧咱这个明辉大大咧，互咱这个趁钱的拍扑声。但是咧，我咧所做分享就是讲咧，虽然讲要感冒但是咧，这个节目我唔敢放，我唔敢讲咧，这个今仔暗时就莫直播啦，等等啦我若会当直播，我拢尽量起来直播，因为咧，咱这个善的循环的电台咧，要互大家咧，安尼会欢欢喜喜咧过每一日咯。所以讲咧，等下咧要来感恩3件代志，来做这个腹式的呼吸法嘛，感恩。咱这个这个拍碰声音讲咧没问题的啦咱说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现在呢，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现在呢，我们来观察自己的气息哦。无论呢，在这个鼻腔间，
在喉腔间，在这个胸腔，在腹部，甚至呢贯穿到脚底，甚至呢贯穿到脑中，都让我们来做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再来呢，我们先欢迎我们的伟成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我们呢要来感恩的3件事情哦。无论呢今天在这个工作当中，对待你的主管，对待你的下属，甚至呢对待你的同事，都让我们来感恩3件事情。以及呢在家庭当中，对待你的长辈，对待你的小朋友，对待你的兄弟姐妹，甚至呢今天去超商买一杯咖啡，甚至呢今天呢去这个百货业买一个东西呢，也都欢迎大家呢都来感恩的3件事情哦。我们先来感恩的第1件事情，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感恩第2件事情，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感恩第3件事情，吸气，吐气，吸气，吐气。你是否呢也感恩了3件事情呢？也非常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还没公布电台咧，每礼拜1到拜5的暗时8点，拢有咱这个直播的节目哦。莫袂记的帮阮订阅，帮阮关注，帮阮按赞起来，帮阮分享出去这个雨涵的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天大雨涵。感谢大家起来收听吼，所无甲大家问到吼，敢有咱这个台南的朋友呢？听讲咧，咱今仔日吼台南市的这个中西区啦，伊讲咱这个南区吼，有一寡所在咧，哇，记得吼叫跳电器吼，这个2间的这个星光3月吼咱这个中山店啊，伊讲咧，咱这个西门店咧，拢这个暂停吼，这个1点钟的这个时间咧。哇！竟然叫跳灯啊，这个损失惨重吼！感谢大家，伊讲咧，咱这个明辉讲咧，腹式呼吸法很棒哦，感谢咱的明辉。嘛欢迎咧，咱的明辉哦，会当交我的来吼，我较寄这个春联咧来去领导吼，感谢咱的明辉啦。咱的韩粉说呢，这个感谢一切，感恩咱这个韩粉。咱这个韩粉吼，就古锥的，伊讲安怎咧？这个为什么要叫做韩粉吼？为什么叫做粉丝吼？粉丝咧个会活跳跳，若叫做韩迷吼，迷咧都叫忙子子啊，安尼就对了吼，就叫忙甲叫混去啊，安尼意思就对吼。所以讲咧，为什么叫做韩粉，无爱叫做韩迷安尼意思就对吼。再来咧，感谢咱这个伟成哦，大家咧会记吼，这个卡压起来，这个吼，互大家咧来扫一下涂骹的哦。可恩有讲原本今仔日要来请假一天哦，无问题啦。再
来感谢大家吼斗相共即个咧扫涂骹中间脚压起来一个吼，来做一下运动，安尼就对啦吼。有人咧要来打蜡的，有人要来扫涂骹的，咱来换过管理员吼，会斗相共咧来拭咱的椅啊，安尼就对。嘛感谢咱即个汉汉哦，给咱即个久汉的广播电台。感谢大家起来吼节目的最后咧，能够带来一首咱即个七里仔调，用咱的即个萤火虫小作的歌词吼，来所唱即条的七里仔调。感谢大家哦吼。花经过暗时啊，闪闪是亲像向我的暗示，光明之路在四周围，照明众人欢乐不必。寄托在开山已经会固定内容真多。真美丽，有萤火经过，关怀关子感谢大家起来收听咱这个久汉的广播电台吼，哇，愈唱歌吼愈侪人哦，咱来唱一下咧，咱这个传统的七里仔调，咱这个新骑白马走三关吼，感谢大家起来收听咱这个久汉的广播电台，每礼拜一到拜五的暗时8点，拢会当起来收听哦。新骑白马走三关，该我所有的中原，放下西凉是无人管，一心只想保全。四盆无炭拜四位，无风无摇好的袂开。来三个来当了主意，当了花心好的召开。感谢大家起来吼，咱这个咧明辉大大的趁钱的拍破声。你讲咧，咱这个月城的趁钱拍破声哦，还佫有咧，咱这个吼夜如，咱讲咧这个谢谢你，晚安咯，马仔佫起来收听。嘛感谢咧，咱这个月城，还佫有咱进咧会趁钱的拍破声哦。还佫有咧，咱的珍惠哦，咱的阿辉吼，讲咧这个老师晚安，我下线咯。感谢咱的汉汉讲好听啦，感谢咧咱的认真大拉公咧，感谢咱这个直播主吼带来快乐的大家晚安。
咱的评委讲咧，歌戏真正非常的赞啊！感谢咱的评委哦。一共咧，感谢咱这个整起来咱这个久涵的广播电台，感谢大家。一共咧，咱的 PAKAN 大起来。也搁有咧，咱这个伟成功咧，这个感谢咱这个直播主，感谢这个忍者，感谢咧各位起来咱这个久涵的广播电台的观众朋友，也搁感谢咱的花柜管理员。那么感谢咧，咱这个韩粉甲大家讲安安哦。过来咧，咱最后来穿插一下咱这个豆妈调，以免讲吼咱头前有唱咱这个萤火虫小组的主题曲吼咱无甲唱一下这个大风这个立足中心的吼，所以咱甲补一个来唱一下咱这个豆妈调。大风是阮快乐的泉源，如同家人将喜团你照福报，真正赞。咱伟成咧讲咧，我信这个直播主得快乐啦，阿门啦吼。万事开山基金会，有缘千里来相会，老人囡仔看做伙。阮都亲像一家伙。来呢，我有看到咱这个 CHEN 大大讲呢，这是哪里的方言呢？这是咱这个台湾的这个台语离咱这个大陆的地区叫做闽南语、闽南话啦离咱这个大陆的所在，离这个福建啦，咱这个厦门啦，拢会讲咱这个台语，咱这个闽南话离咱这个台湾的或者歌曲，连恁遐咧或者咱这个相聚唔知你是咱这个马来西亚啦，也是咱这新加坡的啦，也是咱中国大陆的朋友咧，嘛感谢你起来收听久涵的广播电台哦。感谢你刚才讲台语你听不懂抱歉。这是呢这个台湾的台语，也就是说呢这个大陆地区叫做闽南话、闽南语啦，在这个大陆呢这个福建呐、这个厦门地区呢都是讲这个方言。那呢如果说呢不知道你是这个呢新加坡的朋友，还是呢我们马来西亚的朋友，还是我们大陆地区的朋友呢，也欢迎我们的CHEN 大大呢上来语涵的广播电台。我们的伟成说你是福建还是台湾的呢？我是台湾的台南人。感谢主播用人家不懂的在讲歹势啦，这个的伤过这个主宰安尼就对感恩大家上来语涵的广播电台，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平常都是我们的国语节目，只有呢每周四呢是我们台语的电台，所以呢感谢我们CHEN 大大再唱一首我们台语的这个歌曲给你听一下。来，我们来唱个这个7字连空奏。秋难改，中心所随人在，夫妻和谐呀，已经
上水七十双手，将人笑嗨嗨，相亲相爱。以爱君对心也败咧呀，实在太爱乱来。我花好受一唱歌鸟，小鬼有分开，红红的笑鸟啊，无非做点悲哀，一步青春选骄傲自大，往下成现态，过牛卖，冤家当真啊，当心情深渐将兄弟带，何言伦理何以在，何以来拜改。这首呢是我们的七字连空奏，给我们这个 CHEN 大大听听看喽。那呢，七字连空奏呢，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七字调哈。这个歌仔戏的新卡北北照三关呐，该瓦寿一回东完这首歌呢，的延伸版，就是说从这个间奏、前奏唱到尾奏的意思哦。那呢，感恩我们这个 CHEN 大大上来语涵的广播电台。他说呢，台湾人讲话好好听哦，感恩你啦。再来呢，也欢迎大家呢，记得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起来哦。我们的伟成说哦，主播呢这个比较准时的开播啊，这个下班随缘哦。比如说呢，有新进来的朋友呢，我们都会多唱一首歌曲啦。刚刚呢所唱的是我们这个七字连空奏，那我们就要来唱个传统的七字调呢，给你听听看有什么差异哦。也感恩我们的 CHEN 大大哦。我们来听听看传统的七字调了哈。唱完我们就真的要准备下播了哦。欢迎大家帮我订阅、关注、帮我按赞起来喽。新起呀，贝贝呀，走三关，该我所以哟，会的永远。放下西凉啊，是无人管，一心只想往保全。四盆牡丹啊，百事为拢保佑啊，好的袂开。落花心啊，好会照开。这
这是呢我们传统的7字调，也感恩呢我们的静的好棒，拍手啦！以及呢感恩我们伟成师兄的拍手哦。也有嘞，咱这个明辉吼，哇，这个的拍手掌声，以及呢，明辉说呢，请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喽。还有我们的韩粉说啊，好听好听啊。以及呢，我们的 DOA 大大说，好厉害，好厉害。再来我们的蛙柜管理员也掌声喽。感谢大家上来啊！最后呢，因为我们还有这个 DO 大大哈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最后呢再来穿插一首《花椒宴》以及《良夜之歌》。鸳鸯广播70相守，幸福快乐无理由。归爱多出去拜寿，延年今少老优秀。quân đuôi thong ca chiến đi khờ bi hong hong yan kiên kỳ ca y cô ấy kia liền đi xin đường đỏ ya khô quy biển suy hiền thế đó cuốn khí bòi qua cái bê dày y khổ tan hô mai huệ cô感谢咱这个伟成的鹅乐吼，带来看看念啊，咱这个呢这个 TON 大大讲吼，邻居不会报警吗？哎，袂啦吼，因为呢，这个声音呢是直接录入面吼，录入去咱的音效卡内底嘿，啊，较接咱的手机啊内底吼，所以讲呢，我房间吼嘛搭这个隔音墙吼。为着呢要来做这个直播的节目吼，所以讲呢，我还有搭这个隔音的海绵吼，所以讲呢，袂有这个问题啦吼。啊，过来呢，咱这个伟成讲呢，讲实在话啦吼，这个直播主的心情呢，真正足厉害，安尼意思就对啦吼。日时啊爱搁做工课，这个暗时啊咧爱搁无用东无用西吼，爱搁做善事啦，爱搁陪老人啦吼。古涵真正真有心哦，给你一个赞。感恩咱的伟成，
我即个咧日时啊咧，即个拢有我的即个工课爱做，即暗时咧较起来做咱的直播节目，每礼拜四吼，佮去做即个日照中心的活动。我咧讲这个是无趁钱的即个生活啦吼，就是讲咧，即个咧日时还即个工课吼支出咧即个生活费，若即个暗时的直播吼，伊讲日照中心的推广咧即个钱咧赚来吼，是互咱即个古涵电台的钱，就是咧咱大概吼，若要出即个专辑咧，伊讲咧来办咱即个演唱会的时阵的费用哦。所以咧，咱即个3月14号吼，爱记吼，大家爱记哦吼，咱即个来台南吼，下晡2点吼，来收听咱即个古涵所办的演唱会啦。感谢咧，咱的这个明辉大大讲，这个直播主真的不简单呐！感恩咱的明辉。过来吼，咱来伟成功嘞。好问题，这个问题的没有人问过应该是没有很大声啦吼。其实咧，我来唱歌吼，就大声啦吼，只是可能讲吼这个厝边咧，知影这是一个文化的传承吼，所以感谢我的厝边吼会当接受啦。过来嘛，感谢大家起来咱这个古涵的广播电台嘛，感恩咱这个贝贝熊。好，过来咧，咱准备咧要来休困哦。既然咧，咱这个腹式呼吸法拢做完啦，咱咧这个摒扫嘛摒完啦吼，已经来到咧咱这个咧9:55分啦吼，最后搁带来一首吼，咱这个莲花铁三郎伊讲风萧萧。唱完咧，咱真正要来滴顺插巴西吼，要买吼，这个伟成的回忆录吼。感谢咱这个 ABB 大大起来，咱这个古涵的广播电台，来一首《莲花铁三郎》风萧萧。太祖金雕娘红明。贵府提君王守礼英，唯独公主不遵行，驸马怒火满身形。去闹生病，叫驸马安心。尊心加倍保重礼敬，听说笑歌乐观低音，我恢复做义共论分明。哎呀，我红顶。山林行伊小小红灯，困在道边，遐尼情形，不由归阿姨讲红花影。感谢大家起来收听古涵的广播电台，妈妈袂记哦，帮我订阅关注，帮我按赞起来啦！我最辣辣的爱你，我爱你胜过喜欢我自己。古涵的广播电台咧，每礼拜一到拜五暗时8点，拢有咱的直播节目，莫袂记吼，帮我关注起来。不管咧来听咱的戏曲，来听咱的新闻，也有咧明仔的天气哦，拢欢迎大家起来。咱明仔咧暗时8点再会，明仔是咱这个国语的电台吼。咱只有咧，咱这个每礼拜四是咱台语的电台所以无走唔着台啦吼。感谢咱的正社讲咧，这个感谢晚安，好好听。
点好好听的，就喺讲到吼，咱这个3月14号，3月14号下午2点吼，伫咱这个好听音乐厅吼，有咱这个语涵的演唱会。过来感谢咧，哇，咱这个雅文讲，哇哦，好厉害哟、安尼咧，咱这个明仔暗时8点搁起来收听哦，欢迎咱这个雅文啊，我们的雅文。过来咧，为成功咧，这个小时候的回忆哦，这个迪顺插把戏。你感谢咱的明辉讲哦，真正愈暗咧愈侪人，但是咧，我真正要来休困啊，安尼就对啦吼。所以咧，大家咧帮我咧关注起来，明仔吼就是咧咱这个国语的台安尼就对啦哈。感谢咱的这个碗柜管理员，甲大家讲咧，新进来的朋友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只有礼拜四是我们的台语电台咯。我们的汉汉晚安。嘿，对，明天就是国语台咯。好，过来咧，咱来听这个一诺大经济的 CD 专辑来做这个结尾咯。咱明仔8点再会咯。有人来我河，照片照片，我拢有照做，听你讲爱，连来了山，差点离感谢咱的汉汉，感谢咱的明辉，也搁有咱这个碗柜管理员，也搁有伟成，也搁有咱的静吼，等以上呢，感谢大家起来咱收听我还没广播电台，明仔8点呢再会。手甲我拍，哪有这么简单放你煞？想要造反，既然互我知影，本宫就要闹甲互你背受山。我爱心头怒火起，决心将你来教死。你给我等咧，怕你唔知理，唔知义。今日请你食竹笋茶肉丝。你要做啥？我要教死你！你自首！心惊当前看对爱，哪敢当手只看开？想变做事，想摇摆，不要打落，拼你心地界。爱讲变做万金之苦，带领阿头来面霜。哎呦，来这么疼！当着我嘛是拍肩赛夫，你面相片，我当寸金。怪爱对我上天变过老。别插话乱讲，咱都无空间通参详。驸马今日上解用，三打金鸡不通用。观众，你有想要看无？哇！怪爱你太过分，2摆打我够无够？你真歹心，唔离互我走，我要亲嘴甲顶头，互你过到我门草。你还阁唔知悔改，想要看的，搁我一摆扑啊声！哇！观众热烈扑啊声，金财宝满大厅，三打金鸡假是你这只狐狸精，过来小心，互你着车镜。公主做事理不明，也随互人心头痒。
当酒假死啊，医生病，大好饮去哦，心有病。不怕挑衅，无将面，因为爹娘啊，望千里，风风翻边啊，将了去，分类去灵啊，来吃亏。吹风管难消气，听歹北宝金收益，我嘛无够找情义，面可光眼睛。